平安。我是义空教会的新家师。我今日要讲的故事是迦纳婚礼的写。迦纳婚礼的写。有一摆，伫加利利的迦纳，遐有一个婚礼的写。耶稣的老母嘛伫遐，耶稣甲伊的学生嘛互邀请去啊。婚礼现场足热闹咧，大家拢啉酒啉甲足欢喜的。嘛食甲足欢喜的，毋过只是酒食无啊。耶稣的老母知影即件代志，就紧对耶稣讲：我的酒咧落啊，请你一定爱想办法。毋过耶稣煞讲：老母，我甲即件代志有啥物地代？我的时阵还未到。耶稣的老母就对耶稣讲，就对使用人讲。耶稣叫恁做啥，恁就爱做啥。照犹太人的规矩，会有6口石仔，每一口会当底2-3桶的水。耶稣就对使用人讲：，甲安那倒满水。使用人就倒满，耶稣佫讲，即摆会当扬出去，送互迄款的社。迄款的社啉了，这水变成的酒，哪会遮好啉啊？哪有遮好啉的酒？伊就紧甲形容起来。对伊讲，人拢是先上好酒，才上较基础的酒。你煞甲好酒留到即摆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，是伫加利利的迦纳行的。这件代志显出伊的荣耀，伊的学生嘛信伊。耶稣不止甲水变做酒，佮变做上好的酒。所以，咱只要愿意悔改，愿意相信伊，咱就会当成做上帝上宝贝、上有价值的囝儿。我的故事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华教会学生郭信总。我今仔日要讲的是做团体的故事。讲到上帝创造天地，叫做阿当甲夏娃来管理。本来一切拢是美好，但是因为因两个人犯罪，上帝将伊赶出去，互因为是我家己犯的。儿子生出来也要加照顾子，但是上帝来所发生的因色的，就是惊相杀。是啥物相杀呢？就是阿当甲夏娃生的后生，哥哥来问，就是小弟哪个也后来世界就更加愈来愈糟糕，因为这真侪无效上帝旨意的歹代志，上帝真生气，也真伤心。伊后悔，就会做人，做人民。到底要为了所有的一切，只是看到哪是一个意外，就对哪讲，哪我是上帝。我有一条大树，叫你，我有一条大树，要叫你做。我要毁灭所有已过去的，伊的因是罪恶。我要将伊移步，我看你是一个人，所以你甲你的某、你的囝、你的媳妇，拢会甲我。那你去做一只大船，用300柳，挂50柳，悬300柳，你要爱留空互当山。我要用大水来将世界洗清去。咱做做好，你甲你的某、你的囝、你的媳妇，拢爱你去一个大船内底。那读上帝的话，就开始做大船。这个船非常大只，爱准备足侪的木材，爱准备足侪的树仔。当咱开始逐工要做大船的时，有人问咱，你咧做啥好？咱讲，我要做一只大船，因为上帝想要用大船。
才会容易用。大家拢笑哪是用人，无人要相信。照上最歹过生活，经过坐以后，大船做好啊。上帝搁甲哪讲，好，哪因为所有人业底，生气的杯照也是业40工年40母的，无生气的业10工年10母的。勇敢我入去大船内底，上帝看哪拢准备好啊，为了哪甲伊的某伊的囝身躯拢要去大船，把门关起来，因为上帝要开始落雨了，雨开始了，为细雨开始，雨落愈大，世界因主，因为早受世界的影响，水愈淹愈大，海水倒灌，所有一切用家己去水中，渐渐大船开始落大，未来的当看船，大船就亲像一个大海，四周看不到山，看不到土地。上帝哪一个人就开始伫咧大船内生活，照顾大船内底所有的人民，互足足40工家庭，佮经过150工以后，水才开始减。哪放一只乌仔出去，无办法。放鸡仔出去，过无偌久就完了。过7工，哪放鸡仔开出去，暗时鸡仔出来就起了。过7工，哪放鸡仔开出去，鸡仔就无倒转来。哪看外口，大船已经伫咧土地里面，只是上帝甲哪讲，哪即马会当出来，所有大船内底的大面拢放出来。上帝甲哪甲伊的囝讲，我要甲你遇到。我袂对用我天边的世界，天天分彩的景，就是我甲你遇到的气候。你爱生一个囝囝亲像细细个，到这了，哪照上帝的旨意行，大家550岁才离开世界。这就是哪做大事的故事。感谢主的上帝，我让我们感谢主，感谢。就来，咱要请领导会帮你。请广告会领导来宾。各位评判委员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今仔日所要讲的圣经故事是撒迦的故事。伊在高山旁边，有一位受伤的官员，名叫撒迦。每一个对遐入城的人，拢爱来一个税金。撒迦是一个大好业人，伊除了替政府收税金以外，还花真侪人的钱，家己的裤地，人拢真讨厌对着撒迦，你较无爱甲伊做朋友。一天，耶稣就来伊高城，城内城外的人拢烧焦要来看耶稣。撒迦早就听讲耶稣是一个真够传道理的人。佮行真侪事业，伊决定要挖进去，看卖耶稣是啥款的人。无拍算，高城的人被挖过来，撒迦的身材非常的矮细，连面较尾都看袂到。伊原真想要看到耶稣，伊发现路边有一个人身材树，就飞去树仔顶。当耶稣行到遐的时，就停下来。看伊讲，撒迦紧紧来，因为今仔日我要去你的家。撒迦非常着惊，心内想讲，耶稣竟然知影伊的名，但真欢喜，搁赶紧来接待耶稣。众人看到就毛毛面讲，耶稣竟然去这个大海人的厝。耶稣到撒迦的厝来了后，撒迦大大受感动，对耶稣讲。主啊，我要将我所有财产的一半送向的人。过去我若是捌外过别人的钱，我要死袂过伊。耶稣对撒迦讲，今仔日叫我要领到这个家，因为伊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我来是要超找要拯救这个人。咱爱学习撒迦愿意改变家己的勇气，伊着找着真理甲救恩，伊克服家己身材矮细不足。想办法亲近耶稣，上使人感动的是，撒迦甲耶稣相遇以后，伊发现家己是一个大
查甫人拢变行真歹，好上帝心真柔软，见较足歹，上帝体会，上帝就决定要将有义的人是救出来，义的人伊就会转。毋通通互世间遇到一个新的起头，伊是地面上敢若有一个义人，那上帝要甲伊讲一个必必的代志，互毋知，就是伊要用大水毁灭世界的一片地，人要遭受贪法围剿。上帝甲咱讲，伊要做一只大船通浮伫水面，到时伊甲你的家性命会当你保全。咱听伊想想的，感觉真奇怪。然过，咱信靠上，也照上帝的去，慢慢咱做出大好事事。无论男女，伊是咱上要落的煞爱情，伊也很少咧宣传做船人的欲望。当大船做好，逐项外面清洗，拢要入去大船内底摆好势。请上帝嘛，我请哪甲伊专业往入去大船内底，上帝嘛，搁好伫船外口的种啊，搁有7日过时间，通好相信哪所传上帝的话，过来长40日、40日，天落大雨，得唔出水做，满一命船可安那两双。那甲因全家着落船出到台内，那甲因全家的性命得保全，是因为入心信靠耶稣。我来故事讲到这结束，谢谢。多谢咱来请龙坤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白河5号。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哪阿德王。伊真久以前，因为拢看到德王的是我，所以伊好敬畏上帝，互上帝非常的希望。伊嘛非常，伊嘛认可因为讲，咱伊嘛一直认可因为在是，伊讲听，所以头来上帝就会创造因为，不过在有一个人是敬畏上帝，迄个人就是哪阿，上帝对哪阿讲，囝伊一日才讲。
我要讲的是主份的故事。耶稣讲着主份的伊有一个家庭住伫街头的甲女囝，大汉的两个天天做家己应该做。个细汉的小弟拢做伊起来，伊个小弟伊使心地讲，我甘愿离开这事，去逍遥自在，才有计划。个无钱听无懂，也有变无。所以这细汉的小弟要求伊老爸就用交代这个伊，这老爸就伊差甲无度，只好就这个也不同意。这细汉的小弟就了，伊就离开出去所在。这时阵，这小弟已经面对一个问题的效应，伊想要做啥物，做啥物。伊交袂真侪朋友，大家聊天就咧讲好者个，无偌久，伊一日就变好了。伊一无钱，伊遐900朋友，拢伫遐一个无人想要参与。后来遮拄着因无物件通好食，伊嘛愈来变做天食。搁最后伊就一份饲鸡的头路，搁这是一份轻松的头路，饲鸡臭摸摸的猪屎味，讲叫伊影声，互人真歹忍受。伊嘛巴肚也甲挡袂住，就食互影食的硬硬。伊痛苦到唔知讲，我本伫阿爸的厝，是一个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，过着快乐的日子啊。搁今汉，我有快乐吗？无，我一点仔快乐嘛。我想着阿爸的厝偌尔啊济长江那边，我要转去厝，去甲阿爸啉酒，做年去伫我做囝，至少我伫厝内底做老母，也比伫外口我要是更较好。细汉时生好了，伊就赶去病养回家。咱来看这个，从这细汉囝离开厝了，这老爸才讲付出了呢，常常地较早换咧等细汉囝。在经过落去，这细汉囝对落来，两厝来。这老爸对所来看着伊心内想讲有偌欢喜，欢喜。三步对落无走，去拉伊伊咪，搁这细汉囝敢若伊继续要伤心，伊就为了伊个老爸常会讲，阿爸，我有这侪钱，甲这侪你，打了我袂你做你囝。互我亲像你的长江面前好，搁老爸亲像无听遐个话，伊就赶去叫伊的老母讲，去上咱衫来互伊穿，搁家己穿的，搁家己看手机，搁去看伊遮贵的书仔来读，大家过正过快乐人欢喜，足欢喜，我等时过正落来，搁一边看大汉囝实在真是有劲，伊真受紧起入去，老爸出来讲伊，伊心内不好意老爸讲。你看，我学生遮会，我拢安维你的能力，你也毋通我一点伊个囝，到我面讲欢喜，总是你这个囝交袂上你，看尽所有的一切，一转来你就有才有个牛仔。老爸甲囝讲，囝，你上甲我你拿我所有的拢是你的，但是你这小弟性格啊，小了个点，咱应该安尼欢喜快乐。来啊，乖囝，咱做伙来庆祝。我的故事讲到遮，各位天马上的故事中的快，因从新的主人甲里面爱咱回转回忆，伊慢慢有着咱的天比人的回转亲回忆，欢喜快乐为咱庆贺。我的故事讲完，感谢大家。大家来加一个第三道回首。大家平安。我今日要讲的故事是伫苦难中拄着耶稣，伫苦难中拄着耶稣。当耶稣伫世间传扬一个福音的好消息，伊行遍全地各地，行过真济奇妙的神迹奇事。伊伫当时，互人看见的发光白人，搁互青的人得到看见，互歹脚的起来行路，甚至互死人好活。所以跟过耶稣的人愈来愈侪人。圣经马可福音5章记载，耶稣伫希腊星期好无愧有心的人，然后
开看，开着个人对耶稣行为会，有一个讲话就个耶稣会来录，伊来发伫耶稣的台，由耶稣讲，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啊，请你来伸手看我的查某囝，互伊得着病来我，耶稣就教伊教伊。伫灵魂的内面有一个非常，伊看到迄个问题，我对一个医生是着一个很好，但是总而一些个反正愈严重。患迄个即种病，就是犹太人的规矩是，有迄个是无出去的，伊讲一个物件嘛拢变无出去，伊若讲着患迄个的人，伊也会变成无出去的。伊也袂用迄顶面性地敬拜，患迄个即种病，若是伫现时代妇女得着迄个的事，也是真难以开出。何况当时的社会内面，患迄个是一种无神奇的破病。这个为人听到耶稣要来啊，伊就赶伫众人的当中。当伊听到耶稣要赶去来做这个事，伊心内想：我头路做耶稣后壁。耶稣的衫，伊心内想，我做耶稣后壁望伊的衫，我做年的迄个就会得着很好。为人就对耶稣后壁好好望耶稣的衫，就安尼为人迄个源头连日子，伊就感觉本身的病人已经好。耶稣只是家己在有权利对伊做，就我们先伫众人中讲，是对望我的衫嘞。伊个学生甲伊讲，你看你规日人缀话会议，你怎是对望我？耶稣是当然知影是啥物事。耶稣向死对看，害怕做即个事的妇人，耶稣爱即个妇人出来勇敢伫众人面前做见证。妇人在本身所面对的事，行行了了煞，就来拍伫耶稣的面前。拢照实甲耶稣讲，耶稣对为人讲：为人啊，你的心已经有去，通安定转去，你的病全然好。耶稣讲这话是有对讲袂同的过来，对伊来落讲。你查某囝已经死啦，何必搁再罗汉生生呢？耶稣伫边仔听到所讲的话，就甲来落讲，无只惊手着死。然后耶稣就把对着那个来伊就把讲做去，时阵别人对伊三角去，来到来路的街，看见有人外口真有乞讨无车头的人，耶稣就甲伊讲：你社区外口在乞讨，囡仔毋是死，是咧困啊尔。伊就起笑耶稣，耶稣就赶众人出去，就牵囡仔的手，甲伊讲。来讲伊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查某囡仔我面对你遐，真奇妙。查某囡仔两边起来听，因为伊12岁啦，竟然就大龙影出来。耶稣严严警戒伊，到底互人知，就分别互查某囡仔食。圣经有足侪时间，讲到信心是大问题。耶稣爱咱单单来信靠伊。无只惊手着是，伊就要甲咱同在。咱看到为人的信心，甲来做的信心，咱也看到耶稣对人的名和定神话关心。耶稣一定家己有人的信心，甲来做的信心。即款因素超了苦难，也过病痛甲死亡，是除了即款的体验。我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咱要邀请各教会，就是咱各中组的长辈啊，一位苏成文。大家今仔我是广州教会苏立文，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大卫加格利亚，大卫是兄弟的犹大。必须在依靠他的，也是会使囝，伊是
以当伊咧讲话的时，准备记着上白方针，开始比较塞，甲真正行。迄时以前咧的对是遐规日人在交战。有一日，内面侦探老爸夫妇带食米去互村中的三个兄哥，到尾时内面真着惊，因为气味又跟讲无交战的声。原来就是伫几日厝的当中，有一个名叫高利亚的正常讲，恁遮的以前咧买船中，有啥物人走出来甲我相排？但是看到无人敢出去，就只愿向前要出去甲伊相排。但为遐个真是，总是说王敬文伊随时趁伊的节日来互大家笑，总是伤乱领，所以免免趁伊来。又摕条用铁脚的车仔较无了光过的少，行紧我迄个阵中，老爷看到内面过来，就请讲：遮尔细汉的囡仔囝来得意我，总是内面应讲，伊毋是我靠伊家己的气力，就是我靠伊土财上帝的气力。后来内面用车仔，用绳仔去借出去，高利亚随时倒去就断开，因为第一了着拄得着伊的头壳，大卫胜利啊，上帝也得着胜利啊。这个故事互阮知影，大卫会得胜是因为伊倚靠耶和华。所以，当我咧面对挑战的时，上好的方法就是爱跟对主、倚靠主，将一切的主权交伫主的手中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有幼稚组、甲高中组的学生都已经完成伊的故事比赛，咱做即个互所有人，都是掌声哦。